中山啊，竟然出現咗一個有錢都唔一定買得到嘅項目，你知唔知呢？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。買房我哋講嘅係咩啊？係地段，係配套，係戶型，係性價比。但係呢個項目呢，講嘅係咩啊？講嘅係文化認同啊，只係賣俾嗰啲呢注重文化社群嘅客戶。係咪好想知道係邊個項目呢？就係位於中山六路嘅五畝若隱軒啊。項目嘅前身呢叫做五畝之宅啊，有一間呢開咗成5年嘅北望書屋，位置呢係唔錯嘅，旁邊呢就係富日城同埋天逸匯兩大商圈，附近又有水木年華、德寶怡高呢啲大型嘅社區啊，成熟度呢可以講係非常之高。咁佢同其他嘅樓盤又有咩區別呢？第一，現場啊係冇售樓部噶，冇樣板間，冇沙盤，只係得一個咩啊？項目美術館啊，主要咧係承辦翻一啲展覽啦、分享沙龍啦、讀書分享啦、民間交流啦等一啲活動。預計咧要去到成8月份啊，先對外開放。目前咧只係對內銷售啊，就我啱啱頭先所講到嘅會員制啦。會員制點樣理解呢？嗱，工作人員咧就話啦，項目針對嘅咧就唔係嗰啲需要地段啦、戶型啦、性價比嘅客群，而係注重文化社群嘅客戶，又或者咧係本身咧就係從事藝術啦、文化啦、美學啦相關行業嘅客群。舉個例子，即係客戶咧對某個展覽感興趣，嚟到現場啦，了解到仲有啲住宅產品，出於對文化社群嘅認可，決定入手。聽起身係咪好抽象呢？但係聽講下，吹風價1.8萬，全盤134套，已經賣咗幾多？30幾套啦。可能咧呢個就係老一輩所講嘅有心栽花，花不開；無心插柳，柳成蔭。